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已经连续2天去轰炸加沙走廊，15时是空袭南部城市，造成54个人死亡。伊拉巴勒斯坦的北部嘛受害，有13个人死亡。即马人当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是搁一摆讲要接管加沙。加沙自战争以来，即马已经有超过53000人过往。美国支持的人道援助计划，拍算伫5月底要开始啊。也个联合国表示，因未参加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分配不公平嘛不公正。加沙北部的贝特拉西亚受到空袭，乌烟一直清菜。加巴利亚野区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色列连续2天密集的轰炸，造成重大死伤。美联社一位摄影记者伫咧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看到这边的空袭，一寡尸体拢看袂清楚是啥人。死者内面也有一位是卡达电视网的记者萨穆尔，包括伊在内总共有11位家庭的成员死亡。加沙连续2天的空袭，正拄好是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中东的时阵。川普访问波斯湾国家，掩果无安排以色列，但是真侪人希望，川普既然这么晚，是不是有希望会当带来停火协议，或者是对加沙重新提供人道援助？因为以色列对地区封锁，3月初2到3拢无人道援助送入去加沙。川普是伫拄下重申美国接管加沙。United States get involved and make it just a freedom zone. 加沙卫星报讲，战争到即马，巴勒斯坦已经有超过53000人死亡。美国甲以色列提出加沙人道援助计划5月底开始，不过受到严厉批评。This particular distribution plan does not accord with our basic principles, including those of impartiality, neutrality, independence. We will not be participating in this. The Israelis, with American backing and support, have offered a plan to deliver aid that doesn't get diverted or stolen by Hamas. I've heard criticisms of that plan. We're open to an alternative if someone has a better one. 应成立新的加沙人道基金会来负责对所谓的安全配送站点伫加沙进行援助。不过，以色列目前只敢若准加沙南部设立少数的据点。基金会认为需要扩大到加沙北部，已经甲以色列伫咧沟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